免疫力，作者陈乐仁，2021年5月31。咱人的身躯，若像是一个国家，免疫系统就若亲像是国家的军队甲警察，保护领土内面国民的安全，甲像警察同款，维持各行各业的规矩，人民的行文秩序。伊有三大功能。头一项，会晓分别敌我，是家己正常的细胞，还是外来的物件，像霾菌、病毒、寄生虫等等。第二层，抵抗甲消灭入侵的物件，只要若有外来的势力侵门踏户，进入咱的身躯，伊就会甲结果单调，保护咱的身体，保持健康的状况。第三件，监视咱身躯底的正常细胞，敢有变性，或者是癌化。若有照规矩来的正常细胞，拢总无代志。若是有变性，或者是癌化的细胞，伊就会发动攻击，来甲遮个搞怪无怪的细胞清清单调，互即寡细胞毋敢假鬼假怪。所以身体若要健康顺利，勇行食百二，就爱甲免疫力调整互顺时。免疫系统因之特殊，袂干那伫身躯内底的某一个器官，也是五脏六腑、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等，或者是组织内底，因是一群会使四界走的白血球，利用体内的淋巴甲血水的循环系统，伫身躯执行任务。因的功能分做多形核细胞、吞食细胞、淋巴杀手细胞。细胞会生出细胞素、干扰素、钙白质、甲发炎物质的化学物质，来进行免疫的反应。免疫力的好歹是为爸母遐种落来的，不过后天的环境、生活习惯、甲食食，嘛会影响免疫力的好歹。第一，较莫食伤侪盐、糖、油，加食一寡有维他命、抗氧化物质、酵素、卵白素的食物。第二，较常运动，像散步、游水、气功、太极拳，拢会使互血液的含氧量增加。第三，尽量莫有压力放伫心肝头，保持快乐的心情。伫即个疫情长拖的时阵，就会知影家己各方面的免疫力是强还是弱。比如讲，一群人同齐伫一台车里做伙3点钟，有人去互挖着病毒，有人平安无代志。这都是身体的免疫力。防疫境界若进入第4级，所有的人拢袂用得出门。有人一冬还阁毋免烦恼食、穿、用；有人7天尔就米养人叮当。这就是财务的免疫力。同款面对看袂到的新冠病毒，有人抱着乐观的心，用积极的作为求生存；有的是怨天怨地、怨后兄、怨饭粒。这就是心理的免疫力。防疫中心呼吁大家尽量莫出门，即时有人趁机会读册，伫厝内运动，还是学一寡技术，
有诶是规工看电视、买手机啊，若无就是倒咧困。这就是价值诶免疫力。即摆诶新冠病毒疫情，对所有诶人类来讲，是一摆残酷诶刣选，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，不适者淘汰。即句名言用伫即阵，应该算是真肉算诶一句话。趁即阵有即个机会，咱着好好啊反省家己，检点咱诶身体、阅历、认知、人性、良知、勇气、思想、灵魂、价值等等，即寡免疫力是毋是有够强？若是发现无够，就赶紧调整、补充、加强咱诶各种免疫力。